有诈骗集团用1港1万块的条件骗少年人来做共犯，新北市警方就抓到一名替诈骗集团领钱过手的嫌犯，甚至佫假意讲爱安怎做才袂去互抓。那台北市也抓到一个是一个护理学校的学生，目前这2个人拢已经向移送法办了。警方对问路车手即摆要摕偌济钱，路车手只好乖乖交代。这目前要升专系的何专生是香港无证券营业员，为台南坐高铁上北，甲做疑似被害者见面，要提走120万的现金，互警方当场掌到。警方调查被害者50名车诈骗信息，加入投资理财群组，进前已经交70多万，互车手感觉问题了后，报警抓人。当日早上至台南新营的住处出发，搭乘高铁至台北市松山区进行面交取款。下午再至士林区进行面交取款时，遭本所同仁当场查获。这女何专生和诈骗集团1港1万的网络广告金，假做车手，甚至要到金门澎湖等地来提钱。另外，新北市警方也是抓到一个少年查甫车手，警方发现伊有经理的名号，不过伊的机制甲职称无甲他符合。员警察觉有异，上前实施盘查，发现少年随身携带的公司证件与其身份证的讯息不符。少年见无法支援其说，遂向员警坦承为车手。警方发现这车手也是5星诈骗集团1港1万的网络广告，为南部上北，先替假名片假变装衫去提钱，搁到三重堡一个商场便所，甲顶下手的收水手用家嫂做交钱信号，诈骗集团爱伊会记你制造断点，增加警方追查难度，也是被查到依法扣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